今日伫咧花莲的龙潭铁马道，讲最近有一个查甫人会摕胶片啊，伫遮咧乌白乱飘。虽然也无传出讲有人受伤，不过民众也是心惊惊。警方目前嘛已经加强巡逻，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。这是花莲市龙潭自行车道的港口段，有散步的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哪行哪举胶片啊向路边射，大家拢惊到。他或者在边坐上去，没有打目标啊，是乱打而已，乱打而已。这个查甫人摕胶片啊乱射，虽然无去射着人，不过这是花莲市正热门的休闲步道，普通时来遮运动散步的人真多，伊安尼射真危险。当然要制止啊，要制止哈，不好了哈。有没有报警？有巡一下，加强巡逻。这边会常看到警察吗？没有，没有嘛哈，你们就离他远一点啊，离他远一点。现在这个社会。警方接到报案时，赶到现场处理，查看人伫咧倒。除了加强巡逻以外，也调附近的监视器查办。无故持弹弓等危险物品，已违反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第1项第4款，有危害他人身体或财产之意者，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。除了这个摕胶片啊乱射人以外，附近的民众讲，因为遮电火较少，暗时有真侪青少年会徛遮来遮啉酒嘻嘻哈哈，希望警方巡逻时阵会让入去自行车道，才有法度有效阻止不法或者是危险的代志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